那你看见这还不来，不困觉着哈？飞机上的佣人兼空调，医院里的佣人兼后宫，饭店里的佣人兼服务员，退休工资1万多的佣人兼公务员。那还人民的公仆也辣海混色乱下子。别人谁是佣人，不懂。闲话讲出来，还不现在做个事体会富集佣人了。说大底，每个做自媒体的人，侪是看粉丝上饭吃个干花子。哎哟，可是你屋里2台干花子哇！手机男也是3干花子。你现在选带罗德去啊？碳饭、牛两件、炸肉、肥肉菜饭、大菜肉、葱油黑5片，再弄一只啥个汤。一个人吃哪？你是每次要烧的还哇？带着一点年纪的，也这样子。对。有一个肉呢，堆了堆个家。不懂的不好吃的哇！你吃过噶？我3天2周都过来吃的哇，我就住在附近。怪不得个汤胖。是的哇！现在一个人4菜1汤，哎呦，那你像搿趟点肉到了家？本就问人家亲自一打回来的哇！堆了堆个大菜肉，哎呦，平台山里发出新视频。严丝夸在选在人行里去改别人家手指业务，你个板板儿子平台下堂光用便利商，号称珍珠塔第6代传人，还有啥拍视频开国语，等到屋里向搭高中儿子还开国语，搿种人为还是死在外头去改别人家讲手指闲话嘞。主要是分海男去改，男给花花上子嘛，我谁晓得管？你到外头子现在做个事体，就是先拿男个手指闲话改回。所以这一资本到外头去居民张天师，眼睛一眨，风卷残云。包皮棺材糖子高，还不是一海大一面吃一面为了想，下一顿带罗大去摊饭。自媒体是没记性的，粉丝不毛账，博浪他没操子。当我当班4块，大菜肉做完哈，哎，实在嗨吃。老牛也会得讲手指闲话，到农会讲，你甚至也不会讲，听得懂，会得讲。因为你这个爷娘等到我就侪讲普通闲话的，那该死了，精神。小红书